再来看今仔方面通过哦，各地拢会落一寡雨，也是讲落雷公雨。气象署嘛继续针对高雄市、屏东县甲台东县发布大水雨特报哦。针对台中市、嘉义县、佮有南投县、花莲县发布大雨特报。气象署指出讲，下晡雨就会较细。气象专家嘛讲哦，西部就爱特别注意单雷公、透大风，佮有熊熊落大雨。受到方面的影响，全台湾各地雨势规通倒。根据气象署的观测，二北包括台中、南投县、云林县、嘉义县、台南市、高雄市甲屏东县有局部的大雨或者是大水雨。嘛对台南市南化区、嘉义县番路乡发布山区上大雨防灾的警示。那屏东县的沙木溪、古甲湾溪、海寮北溪，拢要注意溪水会熊熊涨起来。目前这些对流基本上都是从海峡上移进来，甚至有一些对流基本上是在陆地上才开始加强起来的哦。整个西半部地区基本上都是对流影响比较明显的区域。这个云系通过之后，另外也会造成整个花东地区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发生。气象署表示，在方面通过的时阵，各地出现短暂阵雨或者是雷公雨的机会拢真大。其中西半部甲东北部落雨的范围较宽，东半部的雨势是上较明显的，要到过昼雨才会较天困。气象专家嘛提醒，西半部就要注意雷击、透风、熊熊上大雨等等变天的情形。它是这种南北摆动的这种类型的话，那大概就是在经过的时候雨势会比较大。今天雨比较大，明天雨会小一点点。那再下一个雨比较大的时间，可能会落在礼拜6到礼拜天之间。那今年1号风台艾维尼，翻点过2点的时阵，伫个鹅銮鼻东南边640公里的海面，向东北边为琉球群岛东边通过，而且向日本东南边的海面在行。虽然对台湾的天气无直接的影响，不过气象署嘛提醒，28、29这2天，基隆北海岸、东半部沿海，还有恒春半岛、兰屿甲绿岛，拢较会有大影。若去海边啊，都要注意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